喺 SBL 國際會議嚇，2026年呢個會議裏邊咧，我發表咗兩篇論文嚇。呢一篇係其中一篇，就係即係美德嘅重擔嚇。咁你可以話呢篇論文其實係反而係從即係個人嘅體會去出發嚇，比較係同我睇到嘅一啲現象有關啦嚇。咁主要咧就係即係去思考，即係作為照顧者，尤其是係華人女性嚇，即係佢哋通常都未必會去為自己爭取一啲誒福利嚇，你可以話福利啦嚇，或者係一啲嘅好處嚇，甚至咧佢哋都傾向即係幾否定自己嘅需要嚇。咁誒。我嘅觀察就係，即係我覺得基督教應該係能夠讓人去更加珍惜自己嘅生命，更加睇到神創造我哋每一個人嗰個嘅價值同埋獨特之處嚇。咁但係即係呢幾年喺即係香港華人教會睇到有唔少即係姊妹，尤其是嚇，即係其實佢哋都付出好多，甚至好願意去付出，但係誒。佢哋嘅信仰未必可以讓佢哋睇到自己價值嚇，咁點解咧？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即係我自己睇到一啲現象嘅時候一啲嘅思考。咁呢篇論文分做5部分啦嚇，咁係喺禮拜一嗰個會議即係正式有論文發表嘅時候嚇，嗰一日嘅朝早發表㗎嚇。咁就除咗引言啦嚇，咁我有提到一啲即係華人嘅價值觀啦，點樣影響婦女嘅照顧者啦嚇，咁亦都提到一啲嘅基督教嘅價值觀點樣可能嚇，即係有時候係會更加激化咗，即係華人婦女去忽略自己嗰個嘅需要。咁論文亦都提出嚇，即係點樣可以有更加即係整全健全嘅一個嘅教導，甚至係神學嚇，最後就係個結論嚇。咁你可以話呢個亦都係由我出版嘅呢一本《好好照顧，好好活着》呢本書再延伸出嚟嘅一啲嘅思考啦嚇。即係好似我頭先講，我會覺得誒基督教嘅信仰應該係帶嚟即係更豐盛嘅生命嚇，或者亦都讓我哋更加睇到每個人嘅價值，包括自己嘅價值啊。咁但係當即係有一啲嘅基督教嘅觀念被傳統嘅觀念去納入咗之後，即係可能偏側咗之後，反而即係姊妹們作為照顧者更加覺得我嘅犧牲係理所當然嚇。咁裏面有好多其實都係即係我身邊嘅人嘅故事嚇。咁我覺得好有趣嘅係，即係喺即係與會裏邊，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人去分享嚇。因為澳洲係一個誒好多原民族嘅社會，咁所以我最後都有諗，即係同大家去討論嘅時候，我話其實我寫完我都覺得呢個係咪就係即係華人嘅傳統，定係可能有其他嘅族群都會類似嚇？咁的確有即係在場嘅其他學者，佢有參與難民嘅事工啦嚇，咁佢都睇到即係唔少難民。都可能面對類似咁嘅情況，就係即係佢哋嚟到一個所謂即係已經發展嘅國家澳洲，咁佢家鄉嘅人可能都對佢犧牲自己，能夠犧牲自己，譬如讓其他嘅家人都移民嚟澳洲啊，或者係期望佢哋可以寄好多錢翻鄉下啊，咁都係即係一啲嘅期望同埋價值，讓佢哋即係覺得係有照顧家人嗰個嘅壓力。咁亦都即係甚至係澳洲人嚇，即係我話其實即係喺上個世紀可能經濟起飛嘅時候，好多華人嘅即係喺香港也好，台灣又好，都有好多嘅即係女孩子可能好早就出嚟工廠打工啊，咁賺錢養家啊，令到啲細佬妹可以讀到書啊，上到中學、大學啊咁。咁在場都有日本嘅學者啦，亦都有澳洲本地，你可以話即係佢嘅祖父母都係澳洲嘅人啦。咁佢哋都話，即係其實可能呢一個現象喺佢哋
嘅上一輩其實都同樣出現嘅。咁即係所以呢個即係作為照顧者去犧牲自己，可能都唔係淨係華人要面對嘅一個嘅困難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共鳴啦，即係大家都喺度思考究竟應該點樣去處理啦，我諗其中一個即係我得到好好嘅回饋就係，即係我哋討論嘅時候，到最後發覺可能即係基督教作為一個所謂嘅即係西方嘅宗教即係佢當然係可以去本質化，即係即係同唔同嘅文化去接軌，佢亦都有佢自己獨特嘅地方咁點樣可以即係喺呢個過程裏邊真係帶出到即係基督教嘅價值觀，而唔係即係被某一種嘅文化去同化即係所以我哋譬如話你提到你要孝順咁，呢個好中國人嘅睇法如果你再加上即係你要為別人捨己咁，即係就會強化咗你可以忽略自己咁但係其實好多時候聖經嘅教導就唔係一個面向，譬如即係我哋重擔其實係要互相分擔嘅雖然我哋各人都即係誒要背負自己嘅重擔你見到呢個即係教導本身唔係淨係一個方向，就係你要孭晒哋啲嘢，或者其實每個人都要孭翻自己啲嘢，或者我哋要彼此去孭翻即係對方嘅重擔，唔係單向。咁所以即係呢一類即係更加整全嘅神學嘅教育，或者係牧養上面嘅教導，更加健康嘅教導，其實係需要嘅。而即係當我哋討論嘅時候，當我哋有唔同嘅族群嘅時候咧，可能嗰個改變或者教導係必須由即係嗰個族群裏邊出嚟，即係一個即係西人嘅教會嘅牧師去到華人嘅群體去講，哇！你要照顧自己，其實可能嗰個阻力會好大因為你唔明中國人文化，咁點樣可以喺中國人文化裏邊去帶出到呢一個嘅教導咧？咁可能真係我哋每一個喺教會裏邊嘅人要去努力先至能夠做得到咯。咁所以喺國際會議嘅發表咧，亦都真係你睇到好多元化，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觀點去互相去補充咁呢個係即係非常豐富嘅一個嘅經驗啦咁所以亦都覺得係好寶貴嘅一次嘅反省啊。咁希望即係呢一個議題，我哋可以繼續去思考，同埋真係讓我哋作為照顧者係更加健康咁樣去除咗照顧其他人，亦都係照顧自己。